来关心美中即马在拍关税战、贸易战，嘛扫着各行各业。有在做耶诞节装塔米亚吊饰的中国业者就表示，进前因伫4月中就发度确定订单，也毋过美国即马要向中国扣遐尼重的进口关税，有业者即马是一张美国订单拢无，甚至嘛惊讲真正接到单了后，到时阵对方会无爱货会取消。因为美国的进口业者嘛讲，今年所有耶诞节的物件绝对拢会贵1倍以上。虽然年底耶诞节阁有半冬外，浙江绍兴市一间生产塑胶圣诞树仔的工厂，各种生产线已经开始无用啊。因过去有2成的产品是销去美国，不过拄着川普的关税大刀，业者当在烦恼敢要接单。我们肯定要慎重考虑的，因为我们也担心这个订单接下来了之后，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局势不稳定，会导致这个退单的这些问题。另外一个业者讲，过去美国的买家是要求因提早伫个6月、7月之间就交付海运来省运费。不过今年甲单，对方拢还无动作嘛，还袂定，伊嘛干那会当先做准备。统计数据显示讲，美国零售耶诞装饰品有8成7是对中国来的，总值有40亿美金，合代表是1315亿。中国的圣诞商品嘛有半数拢是销去美国，其中人造圣诞树仔的订单，较早4月中就会确定啊，但是今年所互关税拍乱，外销当电机，我的业者讲，因拍算要放弃美国的订单。就这个圣诞节都是季节性的东西，就这几个月忙嘛，忙的时候有时候赶不及的话，那就是放弃一部分的订单嘛。在关税冲击之下，美国耶诞树协会反倒讲，今年耶诞装饰品的价销一定会大起，就看安尼消费者敢有愿意买啊。With prices will definitely double for all of our products, and we don't know if that's sustainable. I mean, the 104% tariff could be the Grinch that steals Christmas. 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。